思捷高 Zigbee-Net 係專門為打造智能家居而設嘅系統。系統整合咗燈光、窗簾、冷氣同埋影音嘅控制，配合埋視像鏡頭同感應器等裝置。系統使用先進嘅 Zigbee-Net 無線系統，具備自動組網功能，信號傳送唔受距離限制，大大減低喺規劃系統時嘅麻煩，更加方便將來添加控制裝置。系統仲擁有雙向溝通技術，可以自動將所有設備嘅狀態傳送到用戶嘅手機或者平板電腦上，隨時掌握屋企嘅狀態。呢個系統容許用戶無論喺屋企入面定喺街出面，甚至喺外國嘅時候，都可以透過互聯網或手機網絡控制到屋企嘅裝置，而且用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設定時間掣嚟控制唔同嘅裝置。系統可以獨立控制唔同燈光嘅開關，同埋調節燈光嘅光暗，更加可以設定唔同嘅燈光場景模式，例如睡眠模式或者電影模式。對於冷氣控制，可以控制唔同類型冷氣嘅開關、溫度、風速，同埋設定唔同嘅冷氣模式。以前我哋屋企會有好多唔同牌子嘅遙控器，而家只需要用思捷高系統就可以好簡單咁用一個 App 取代晒全部遙控。系統可以控制唔同類型嘅影音設備，更能夠同時啟動多部影音設備，完全可以符合對影音控制有高要求嘅客戶。利用思捷高嘅監控系統，用戶只需要開啟警報系統。當感應器觸發系統後，會透過 SMS 或者電話通知用戶，而用戶可以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即時監控家中嘅情況。用戶可以通過時間掣同埋感應器熄咗唔需要嘅設備，達到節省能源嘅目的。再配合能源管理系統軟件，可以了解全屋用電分佈同埋資訊，從而喺生活習慣上作出相應嘅慳電調整。思捷高 Zigbee-Net 系統安裝方便，只需要將原有嘅機械燈掣更換成思捷高嘅燈掣，就可以喺唔影響現有裝修嘅情況下完成安裝工作。用戶可以隨時添加控制裝置，為生活帶嚟更多方便。系統嘅使用界面方面，用戶可以自行設定各個房間嘅名稱、圖示、顏色、文字同埋語言，亦都可以設定唔同嘅場景模式同埋時間掣功能。入面包括同時控制燈光、窗簾、冷氣、影音等唔同嘅裝置。除咗自行設定軟件嘅使用界面之外，用戶仲可以按需要為牆身嘅燈掣面板選擇唔同嘅顏色、圖案同埋字款。Switch for change.